係啊，家鄉市集嘉年華第四次，第四屆第四年。喺嗰邊科技嗰邊攞嘅。科技園裏邊有遊戲，有25個 counter， 你玩晒個25個遊戲咧，就送俾你。咁得你揀。有要求，如果你係可以夠大力嘅，就攞大紅；想細力嘅細紅。係啊，我哋又玩又要學嘢咯。智能嗰啲嘢咯，見到 3D 啊，其他或者其他街鎮嗰啲特色啊嗰啲咯，係啊，同埋新科技嘢。嚟完呢度，等係又去翻另外一邊嗰邊支持下家鄉特產。買咗梅菜乾，係客家嘅，仲有腸鏡，仲有腸鏡。係啦。買翻啲土產。AI 科技檢查身體，送個壺，送個公仔，唉，乜嘢都有。綠豆、過分皮，山東嘅萬載魚貴啊！